中华田中的励志中学是台湾感化教育规模上介大机构。作家康源特别替这励志中学学生写台语诗，表示这阵囡仔伫咧学校学功夫，重新找到生活目标的心情。学校把这诗话展览出来，除了要鼓励学生囡仔以外，也希望社会呢来加关心这阵未识方向囡仔。因希望大家拢伫别人的产园种花，杂区产也无共款的经济。虽然介意藏咯少年的相思。除了这首《烟花梦》，另外还有囡仔兄教我人将近30首的台语诗，拢是作家康源替励志中学的学生所写的诗句。中华田中的励志中学是台湾感化教育规模上大机构。康源来参访的时，看到学生认真上课学功夫，真感动，特别写诗鼓励学生。就讲写这诗，会有感觉讲啊，这诗是咧写我的生活。这生活呢，我要安怎改变过去的唔对代志？希望讲会当好好将这个学的物件学晓。康源老师每次来我们励志中学，然后他都会每一次来，他都会创作一首诗。外人看到他会觉得这只是一幅诗，可是其实，在我们的心里是有人看见我们了，有人理解我们，有人是陪着我们，是支持着我们，然后去诉说我们的故事。这样，学生进入励志中学有咖啡课，学安怎冲咖啡；嘛有美容课，学化妆、画指甲。即阵拢正做一百的思维。校长林嘉如就讲：这世间无歹囡仔，敢若有歹命囡仔，需要互因一个机会，行出新的人生路。那不是家庭艰苦，那会来沦落到这里，所以真正的啦，无歹囡仔，敢若有歹命囡仔，需要大家一起伸出援手，给他们多一点鼓励，一定会超乎我们想象。先前拍鼓有诗册，骹步踏叉啥人无？学校表示，这个台语诗全拢是囡仔的生命故事，有苦楚，有忏悔，嘛有新的开始。希望透过诗画展览，让大众更加关心这阵未识方向的囡仔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